好多考生咧考試唔合格，佢哋唔知點解。其實咧喺考試上咧，佢做一啲陷阱，自己都唔知嘅喎。今日就解釋下一啲陷阱，例如講緊發牌嘅要求，條例就寫年滿18歲。喺答案上咧，佢喺呢度咧做一啲少少手腳嘅，應該同大家講。同埋記得咧，發牌咧有個叫適當人選嘅。咁適當人選有幾樣嘢啦，而有一樣嘢咧就係話，如果好似呢個根據地產代理條例被定罪並已就此項被判監禁，即係話咩意思咧？不論有否判緩刑，解構就係咁。大家記得剛才講發牌條件咧就年滿18歲。好啦，佢有冇提到係咪一定要睇埋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咧？同埋年齡60歲又得唔得咧？其實咧，佢淨係話年滿18歲，即係話佢係冇呢個國籍限制，亦冇年齡上限。如果佢答案出咗咧，必須香港永久性居民，或者個年齡係要18至60歲咧，咁呢個答案就錯㗎啦。咁另外啦，頭先提過，如果咧佢被定罪刑罰，然之後咧就可以變做緩刑或者社會服務令喎，咁即係話咧佢係判咗罪，咁佢就唔可以成為適當人選啦。即係講咩咧？即係話你睇內容要清楚個 definition， 考試咧就會根據佢個 definition 而變一啲 answer 出嚟嘅，就唔係死背嘅。記住背書係唔足以令你合格嘅。如果你想上課堂咧，亦有嘅。上個網頁，我有啲線上課堂，拍晒所有視頻，然之後大家咧幾時睇都得，3個禮拜任睇。如果唔明白嘅，線下問我，我會親自回應你嘅。祝大家考試合格。